大家好，我係 Natasha， 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位健身模特兒，佢就係 Valeria Vidal， 一個喺健身界引起唔少關注嘅人物，因為佢嘅身形轉變真係好勁。Valeria 唔單止專注於舉重訓練，仲非常注重身體健康，佢成功達到一個線條分明又充滿肌肉嘅身材，真係一個好大嘅啟發。而且佢喺社交平台上擁有超過43萬個追蹤者，經常分享佢嘅訓練日常、健身小貼士同埋進步，唔難理解點解佢嘅影片會咁受歡迎。佢咁鮮明嘅美貌同優美嘅身形真係令人大開眼界。但係最令人驚訝嘅就係佢 Instagram 上嘅對比照，即使佢原本已經有一副唔錯嘅身形， Valeria 仲挑戰自己，透過持續而高強度嘅訓練，尤其係集中訓練臀部同大腿，成功雕塑出一副更加完美嘅身體。佢喺健身世界嘅經歷證明咗，堅持同專注係達成目標嘅關鍵。今日嘅 Valeria 係好多想改變自己身體、過健康生活嘅人嘅榜樣。大家喺下面留言話俾我聽，你對 Valeria 嘅改變有咩睇法？記得讚好影片同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唔好錯過更多咁嘅精彩內容。多謝收睇，下次見。